红娘，我思想事体讲出来，夫人听见心里闷闷叫个气。哼，张生啊张生，难道我夫人是罢了不仁呀？红娘能插言不是？哎我已经是负责，那么呢哈？还有啥希望呢？做还是自家的囡身体里多一点吧，那么上大吉。那么现在一看啊，听女亲看面色，哎呀，哇塞，那么呢？哎我才都真好了，还啊，夫人，为见知己时候点杯哟。我要把这个一股劲水送到当官，我要告他一让开他这个基于两口报的事。哎呦，比家别在那老婆里比硬上子，不，你不要比，我也不比的那个。啊，夫人，干哪一个啊？搞这一股劲水，谁呀？张生怎么一股劲水？干他是不难，我告他干的啥？哎呀，为啥看我说不出太对哦？我告他，什么？伤风背俗啊，夫人，据红娘看来，这西厢之事不能告张生的。做是。你竟该为张生枪毙，我与张生非亲非故，枪毙这个你，像他干了这种伤风背俗之事，不告张生去告谁呀？夫人，你想什么？西厢之事，为了张生打东吕你，为了写字打西厢哦。哎呀！啥人到啥个地方，你想想看，那为人人啊，你能够不是懂的哟。这是一句话的，我是吃在我心里想，但是对的呀。你搞到俺们的还要讲道理的呀。假使我搞到俺们的，一定要官法裁决，王法办理，官法王法根据事实情形来发办。那么事实到底哪哈呢？事实嘛，我们能二上门死的等乌上去的呀。跟你哪去挂张生哦？哎呀，谁知说来不归张生，归我女儿么？哟，也不能怪小子的，还不能怪我人啊？谁知他们是兄妹呀，兄妹，头面我的为啥兄妹了？夫妻总是人跟个在兄妹了。照你这样讲来，不能怪张生，也不能怪小子，那是要怪你这个出贼阴险的谁呀的？你们参加之事，如果红娘实不相给哟。哎呦，你但也开得够认真的。你闯下了这破天大祸，不怪你这个谁呀的，却怪谁呀？据红娘看来，也怪你夫人自己的。什么事啊？阿是我自己家都不年纪，相国夫人500人当面指证我，今朝那个屋头这里就说当我白头浪向，也挂你自家，好，这样对的哇，好，大胆的丫头，竟给天上的夫人为当了的，我绝不可失。哎呀，家法白难。红娘觉了地浪大被子一挪。啊，夫人当心事呀，当心呀，别人那你当了。这个头名我的去到这地，刚刚我也当你们夫人啊，当心是同事哟。现在呢，当心事业哦，而这个家法呗，说起来刚当我手里你谁敢他当啊？是哟，好，我问你是怎样也怪我夫人司机，你说。非正我也大了啊！夫人，据红娘看来，不但夫人有差错，而且与谁他不该啊！我讲人家是彻底不得。你看，这个屋里非但是我主人的错事，而且香香亮亮的谁打不该？
啥都三大不干。还是我能不被人家骗他，真我还认错了，真是放肆啊！夫人，听红娘是来啊！李江啊，怎样是谁不该？讲的不对，我要我打死你！几爷，我夫人呐、你自己紧张，从容很。他的笔迹儿去了你这家民恩，多推家人心也疯，这你是人必见是你的大恩。公你发的利人请可是是人我在自家人是神龙不愧是报德之恩的老万风睡了你自己是下牢笼记到来婚宴礼不公这还隐约走路的很中这也不给你非会自己实行于人口袋啊的。哦哟，这写句的事了不少，这张纸来这个理解，加上是我实行于人，而且我阿呆为他为赢了呀。那么阿呆对了呀？哦，我不能是对，一说对嘛我不错啊，我来认错啊。那么说不对，这写句的今朝发起，你都规矩了还。我说不对，你不要能管，不对啊，啥个了不对，你得搞十口，我哪说法？要师傅的、阿大的、不错的，要有礼遇的呀。你这个礼遇不让我一比呀，这个口袋阿呆，我就必然自他为赢，怎么能喊你？这个让我说的有一点地方，这一章。谁说你说的不错？不错，我不错就是否认错了，我不错，你错，别做错他。俺那只佛法，两个人让势利呀，两个人势利嘛，所以一个人对，一个人不对，一个人错，一个人不错，你请看什么不错，你错。我一个写句话的呀，俺那只当上，而且卡宾主家，啥日，这么难？看上去今朝里呀，差这个对法了嘿。红娘当然势利呀，势利就是据理力争啊，据理力争就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夫人呐，你实现于身喽，心地呀真啊，一个人心地呀真啊。善意大，心内神之本，方本特万空，你吃非何其痛？什么子？哦，我跟一个男人呀，哪一次婚呀？啥个实心不给屡次而言之，已经屡次而言之的，你那不能说得出个家啊？夫人不得，实行于张生，你为实行于我红娘呀？啊，
啊，我为了是姓内呀，吹呀的。我想过夫人怎样为的实行你这第三下死的呀的呀？夫人，你也对累了，你又要拉着我，你又要拉着我。我拉什么啊？喏，你看呀，啊，红娘身上穿的什么衣裳？你看看我身上这啥个行头？眼睛看到你身上个衣裳么邋遢外头的呀！啊，这件衣裳，这辰光你叫我去吕长生，吕长生有功，那么你恩赐衣裳一件，我是件恩义。我哪当然是，我说这件恩义平常不着个，可不是够这样不着个。啥辰光找你，我说。我年纪轻，做些出外交关，那夫人也家法重视，那么我抓着个件恩义呢，将功作在。我说夫人啊，你不能够当个，你哪是？那是我夫人绝不搭理。你是个我，恩是个，那哪不这个做啊？是个的，是个的，是不是你实行于我红娘，决心不可给你啊？对，可对嘛？还做啊？我想好了。不管那弟兄，只管我自家眼睛瞎看。为啥？我要听别人吃饭，我们看看别人家身上着啥个衣裳的呀？现在你这只教兄啊，是等个夫一口袋呀！夫人呐，红娘是不识字的，我不识字的。但是听小姐讲，这个姓女的姓啊，是带给人旁边一个言语之意，就是人说的话，我只叫姓，可对。对，那个意思错看我懂的呀。反出来就是讲，你讲这话不信，谁不是人？哈，这反正你都不再插下开始吧。几儿人？你只拉婚姻拉蛋。拉婚当三个唱的，你觉得拉婚买你拉的啥了的？为什么兄妹相称理不通？你如律师的女工。我吓不了。当时我是自作聪明的呀。上不多事情到外头去讲，因为老婚到底不体面的，所以我费尽心机弄来累了思想，哪晓得龙桥甚至为了出个东事体，事情烦难，我现在阿拉来不及，只好当着儿子往肚皮里一夫人呐，一个儿是思想，一个儿在律动，他们两个相思情意浓，最恶劣的情是遇见痛。夫人呐，你说是一个的不下去，你讲是一个不啊，你先要对我一个，什么是家不你最内容，这后根都是你老顽风口袋啊对，也太为人在啊对，而且说的实灵实理，不是胡说八道，白话不理嘛，这还有一点子了，口袋，那谁是你说的对？那么我说的对，就是你夫人不对了。我那随便吧，我总归讲个在几岁？几岁？一个人晓得，我从未人前露口风。哎，你是
写这个娘家真么你不够的女儿甜蜜死非那个不忍风雨天空东起飞呀是山日江永夫人呐天下的娘亲总爱女你们与不是与家对对逢你以后也做龙不哭用还不管与哪个中年我分娘人哈哈就是一人你阿爹都是杀了一对自家的爹亲人是干个错看哎呀哎我们呀意大利的确呀你那个上面拉开你那行水上哎呀呀我老在家都是干嘛这个是听我发闷子呀我是做改改让一让山够他个时机不良的不拉到10年当发的嘴我的够他子拉大个上去3百那现在阿拉来不就是要放着我去这呀啊夫人呐大事件交出为言输了岂不是说走中北门风你大举的内对西公哎呀夫人这谁不给红娘使得可对啊对对你不错是我错哎呀老相公啊我给你指传进来试试这龙都是干，不哈个法子来水山，那哈来水这个叫谁叫？这桩听想不到啥干来了，非得拉不得，而且越拉越紧啊！两边我们牺牲昨夜精神。今世
风，真是家门不应啊！啊，夫人，为朕之计时候点杯哟。我晓得在那个意思，我懂个，现在不还干过，干不得的呀！我懂呀，我现在听出来，我再要去干嘛，我鼻子拎不清在。不过不干嘛，我心里个口气实在平复了呀。难道我是这样罢了不人么？罢啊，夫人，你肯罢？这是因为不肯罢你。怎么了？哦，我爸是绝不肯罢，此话怎讲？我本来大家不晓得，本来我一顿生活，我吃顿生活无所谓，那得非比样样。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啊，张生大小姐，为说是夫妻呢，为说是兄妹呢？我晓得错在，我已经挨了来不及这样。真叫我进退两难。夫人呐，当家人点头的当是内亦不内。哦，当家人点头不当是不内亦内。哎呦，这小句我的得有点道理吧？我觉得难得不得了，你口轻飘飘，只要点头的当一眼不内。照你这样讲来嘛，一时也不难，不难。看上去你有好办法了还，事没发生，人聪明的转弯，让我跟你商量商量吧。对，红娘是，像我夫人如今方寸已露，你可有好主见呀？有一位小姐的名字，红娘怎该最是帮助？哦，据自己你快去讲来呀！是东西夫人，你讲啊什么主见？哎呦啊！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你讲嘛讲多少天这样讲？喏，做什么啊？夫人走在上边喊声师傅，红娘会在下边膝盖儿疼痛呀！哎呦呦呦呦呦呦！一样的什么装腔子、打嘎子，不过挂单来挂，巨大地上是买上有才。也得讲完，是你负责起来。对不起，夫人。什么好主意？你快去讲来呀！啊，夫人呐，并非我是必能以话不虚，而你对着射进与张生谋财下罪，他们不是与不是走，难尽切两相。谁如你夫人家家都你累善意中路，每到你要养老，他生贵一世许。你晓得是什么啊？小姐在中边里赢了。哟，夫人呐，中边里赢，你得结婚，拿婚的才可以呀。你打个红娘讲的啥了？中边离人不够一句，你才晓得没法公是这一句话。那么让你现在派来强调一下，这是叫一以为
定。有时间风筝带一儿与新娘。哎呦，说得我不听之中啊，这个嘛，福美早，非亲子。是此的婚姻特妻子，你怎能对得起女家谁夫人唤起女儿的心间，你娘下的不是的婚姻，你莫强去。我红娘他写叫是纸笔干么个，女夫人他写叫是母女双肉个。写叫个心情，你娘总写得个咯，总别的人安乐。但你讲得天上的风雨，这是女哪会得不的荣耀西厢去摇摇放得背啊，夫人呐，你只就看得起那红娘，但我商量嘛，我也求求你噻，我求你。像他们还是人的公本，放水吧，别人家都是干儿子，本来里都是夫妻嘛，那父母之命朗朗当中做干嘛，这种还是吧。这个一代们说个老不和你，三个婚姻也门当户对，人品也精干。这个一代离了那眼睛们的说个老不和你，不仅立于生计他们一对好子吧。啥么子啊？还是我老婚老子把你老婆他顶到那农民生一人去搞不了呀，更在比那份有一个。那么这时候也门当户对，咱看个中医师人。我能想过提定了啥个身份？一个穷手还是要妄想高配贵姓我手的女儿啊，分女啊，说的那女啊，夫人你不女也会的，你阿拉的啥？怎样阿会呀？我方才红娘下流之事，现在得弄一的，说出心想事。发怎样？才讲婚姻不仁，也未不一死的。要算人啊，认识了女儿你死不得。那个西门我讲我哪说得家？这个没办法，看上去大势所趋，这还不拉掌声靠大字就说。